各位馬迷，大家好。12月10日響跑馬地馬場將會舉行國際騎師錦標賽。今屆嘅焦點絕對係女力爆發。英國女騎師杜婉欣連續第6年參賽，過去曾經3度登上頒獎台嘅佢，今年接受訪問時話希望贏冠軍。而響澳洲發展嘅金美琪，曾經響2023年取得呢項賽事嘅季軍，今年更成為首位勝出日本平地1級賽嘅女騎師。另外，Magic Man 莫雷拉回歸香港，再次角逐國際騎師錦標賽，唔可以忽視。今屆賽事女將可唔可以爆冷封王？定係魔法人魔法再靈光？今集我逐場拆解配馬，分析優勢，俾你預測邊個笑到最後。記住，只係教育分析，賽馬娛樂為主，負責任玩。騎師錦標賽第一關，第4場，跑4班1000米。呢場稱先雷神莫雷拉嘅2號超強60，排外檔係佢最大嘅缺點，但相信雷神可以克服。跟住係杜婉欣嘅9號枕頭之星，相信呢個內檔可以幫到佢幾多，末段發揮後勁追上。至於金美琪嘅12號凌風傲雪，排外檔要搶放，未必夠力捱到尾。騎師錦標賽第2關，第5場，跑4班1650米。呢場稱先金美琪嘅12號長勝將軍，排一檔預料可以守好位。金美琪喺日本騎後上馬發揮一流，應該係佢嘅最佳機會。跟住係莫雷拉嘅5號標之亮子，呢匹馬4班應該夠做，用莫雷拉可以克服陣上一切嘅際遇。至於杜婉欣嘅11號耀昌盛世，排外檔5班上4班，似乎難度太高。騎師錦標賽第3關，第7場，跑3班1650米。呢場稱先杜婉欣嘅9號富國兄弟，抽到個黃金一檔，贏完沙田1400，過嚟谷草1650，絕對唔需要擔心，應該係佢嘅最佳機會。跟住係莫雷拉嘅12號美麗邂逅，上仗贏完4班，今仗3班孭輕磅，有埋內檔可以再賺。至於金美琪嘅8號建測群英，今場快馬太多，不利發揮，應該頂唔到尾。騎師錦標賽第4關，第8場，跑3班1002米。呢場稱先杜婉欣嘅9號飛龍在天，排黃金一檔，有機會一放到底。跟住係金美琪6號有愛心得，上仗贏得漂亮，今仗仍然有機會。至於莫雷拉嘅10號快搏，8歲老馬，要靠後上，揀唔到佢。另外呢3位騎師嘅其他場次坐騎都非常值得大家留意。金美琪並沒有任何其他坐騎，所以我哋會集中分析杜婉欣同莫雷拉嘅坐騎。先講杜婉欣，第1場6號全程路通，呢匹8歲老馬，上仗竟然可以跑同程入 Q， 睇嚟杜婉欣騎得起隻馬，今仗3甲要預佢。第2場3號精英至尊，今季轉咗去沈集成馬房，可以話係變咗身，跑谷草1200已經1 win 1 Q， 上仗末段塞咗，都係輸個半馬位，今仗都係要拖佢。第6場12號亮寶，上仗沿途外達冇遮擋都頂到第3，今仗亦係機會馬之一。第9場5號當年情，未復舊觀。最後講埋莫雷拉，第1場9號富裕君子，要靠後上嘅馬，谷草跑道要蝕，睇下莫雷拉幫到幾多，拖一注。第2場12號幸運傳承，呢匹自扣新馬，出賽16次都未上過名，揀唔到佢。第6場1號富心星，上季季尾跑完，等到而家先復出，冇傷患記錄，不明，抽到2檔，點都要拖翻。第9場6號銀進，上季4 win， 今季表現未見突出，揀唔到佢。DWQ 賽馬頻道已經設立會員區，將於每個香港賽日提供投注策略，每個月只需50蚊。仲等？即刻撳加入我哋，收聽我哋嘅獨家猛料啦！多謝收聽，請訂閱、分享、讚好及留言。